大家好啊！眾所周知，中港指標係有新舊制之分嘅，而舊制係指有關部門喺2019年4月15號之前所批出嘅指標，每年續期嘅時候咧都會沿用翻過往嘅，唔需要睇翻過去一年納稅總額嘅制度。而新制就係指2019年4月15號之後所批出嘅指標，之後每年申請續期嘅時候咧都要睇翻過去一年嘅稅金嘅。而要求稅金分別係港珠澳大橋指標5個 W 以上，而其他口岸就一律要15個 W 以上啦。而喺2024年11月15號之後，有關部門就對新制嘅指標喺取消咗每年嘅續期嘅時候，要核查翻上一年稅金嘅規定，同時亦取消咗新制所規定新批出嘅兩地牌3年內唔准換車，1年內唔准換司機嘅規定。咁即係話，按現有嘅制度，新制同舊制就冇咩區別噶啦。關注我哋係港強，深耕中港兩地指標20年嘅專業服務支援，定期為大家推送中港指標新版、續期、維護嘅乾貨同最新消息，同時亦都可以掃描2維碼，了解更加多我哋公司嘅服務。